OK， 咱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看咱的以弗所书第2章吼，以弗所书第2章，咱要来看咱今仔是第15讲个吼，第15讲伫要进入以前个，咱来上看温习节吼，咱上看温习节。伫顶礼拜，咱看到第2章第11节到18节的时阵，有讲到以弗所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哦，就是合一啊，合一。所以伫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拢有提到这个合一个第2章第1到第10节个吼，第2章第1到第10节。伊是注重个人的救恩个，咱一个人未信主以前，伊会真方怎上帝恩典怎临到因为上帝恩借着人的信，咱就按遐得救。然后咱看到第11节到22节，就讲到上帝的子民就是教会伫基督内面，因为救恩真多一个个所以咱有看到人怎样呢？伊讲顶摆的光景咱是算做外邦人，是无受割礼，是甲上帝、甲基督无关，并且活伫世上无指望、无上帝。咱就记得以弗所书以弗所的教会内面大部分的信徒皆是外邦人，所以因是干受称做无有割礼这是以色列人对还是个这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迄款的讲法迄款的讲法但是感谢上帝因为这着主耶稣基督有一极大的转变所以落去13节又讲到基督其实是互咱和睦也是和好将人甲人中间一个墙个该拆落来所以耶稣死伫十字架顶伊按遐断开的时阵咱会看到马太福音有记载圣殿内面的迄个叫做幔按遐就离开对顶面离到下底代表什么代表讲这个隔墙就是人甲上帝已经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好，所以咱有法通甲上帝和好，毋但咱甲上帝和好看到是什么外邦人犹太人甲外邦人也是有法通合一所以伫迄段经文咱看到有一个两下两下两下讲几摆4摆就是指犹太人甲外邦人会和好其实伊是佫较包括就是人甲人之间有法通和睦所以呢安尼上帝甲咱什么真多互咱真多一个新的人类毋是单单新人新的人类因为这个是什么是联合起来是联合起来所以今仔日咱继续来看讲咱伫教会内面这合一所以保罗伫19节到21节就互咱看到这个图画就是这个叫做合一的这个图画合一的图画伊就用三张相还是3幅图画来讲头一个就是咱是上帝国度内面的人第二咱是上帝家内面的人第三咱是什么咱是上帝建造咱是上帝的圣殿是圣灵徛起的所在所以咱要来看这3幅图画因为这3幅图画真丰富所以今仔日咱欠彩是有法通看1幅图画就是讲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当然保罗伫这个所在伊要强调咱着明白咱家己信徒咱的地位的重要性头先伊就是将这个地位用3幅图画互咱看咱看了的时阵咱知影咱是谁咱伫上帝内面是什么款的人然后咱就有法通活出一款的生命的生命来咱来上个看19节到22节
以弗所书第2章19到22啊。啊，圣经安尼讲啊，安尼恁无搁再做外人，甲客里啊，是甲圣徒同国啊，是上帝家内面的人咯，并且受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啊，有基督耶稣家己啊，做房角石啊，逐帮可以联络伫合适啊，渐渐就成做主的圣殿啊，恁也可以当受建造，成做上帝借着圣灵所徛起的这个所在啊，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咱看到伊遮有3方面啊，头方面啊，伊就是讲啥物啊？咱是甲圣徒同国啊，咱甲圣徒同国啊，这个国是什么国呢？当然，这个就是天国啊，就是讲上帝。咱是属上帝啊，咱是天国的子民啊！啊，上帝的国啊，这个观念啊，真重要啊！伫圣经中啊，我通讲啊，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心的主题啊，其中一个中心的主题啊，我通贯穿规本圣经啊！啊，这个就是看咱像一条线啊，你有法通对创世纪啊，直直层层啊到啥啊，讲啊到。启示录啊，其实神学家因去研究圣经的时阵啊，伊讲圣经啊有法通用几个主题啊来讲圣经啊，贯穿的这个主题，头一个有法通用约啊，这个是 covenant 啊，上帝啊甲人立的约啊，当然这个约有7个约啊，头一个就是亞當的約啊，挪亞的約啊，伯利恆的約啊。所以有7個約啊，然後第2啊，有法通用的主題就是應允啊。我通講規本聖經啊，你若看到上帝的應允啊，對創造天地啊，到啟示錄啊，中間啊，就是咧干啊，咱會看到上帝的應允啊，一項一項啊，佇遐咧出現啊，還是佇遐咧應驗啊。第3啊，所以聖經學者有講啊。有法通講聽的關係啊，上帝甲人之間啊，迄款的關係啊，怎啊對創世紀啊，直直看落去，看到啟示錄啊，攏講到上帝的聽。第4啊，就是咱今仔所要看的啊，就是上帝的國啊，上帝的國啊。其實要明白這個上帝的國啊，聖經中上帝的國啊，是真重要的一個物件。伊的重要性，咱着來明白咱着來明白頭一個，因為耶穌基督宣告上帝的國度，耶穌基督來的時陣佇馬太福音第4章17節啊，伊講對迄個時陣啊，耶穌就傳起道來講，天國近咯，恁應當悔改啊。咱來看馬可福音第1章啊，上款也是講啊，講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啊，就是伊講到施洗約翰啊，然後講到耶穌的時陣啊，伊就是什麼？伊傳講的信息就是安尼啊，伊講上帝的國近咯，恁着悔改啊，上帝的國近咯，恁着悔改啊。你若咧讀聖經啊，你就發現一項伫馬太福音啊，伊是講什麼？天國近咯，是天的國啊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頂的國近咯。那是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啊，伊是講什麼？上帝的國近咯，講到上帝的國。所以有的人就講到底馬可福音啊，馬太福音上帝國啊，甲耶穌佇另外3本福音講到上帝國啊，是毋是相同啊？還是怎啊？其實這兩項啊是相同啊，天國啊甲上帝的國相同啊。看下是馬太那用天國啊，馬太那用天國啊，所以咱就會記得會明白馬太馬可、路加、約
约翰啊，这4个作者，当伊写4本福音的时阵啊，因的对象无相同啊，因的对象无相同。马太福音啊，是写给啥啊？写给犹太人啊，写给犹太人啊。所以因既然写给犹太人啊，你看到伫马太福音嘛，常常天国啊这个字啊会出现啊。干那真啊安尼啊？因为犹太人啊，特别会法利赛人啊，会文书啊，因认为讲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啊，上帝的名是神圣的啊，你无法通干啊，无法唔通无法通轻易的讲出来啦，无法通轻易的讲出来，因为因会记得啊，伫出埃及记啊，伫遐上帝颁布10条诫的时阵啊，你记得第3诫是什么未？头一诫是讲什么？你唔通有别的上帝啊！第二诫是讲什么？你唔通做者偶像啊！第3呢？唔通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唔通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唔通凊彩称呼上帝的名。因为安尼啊，所以当初时啊，一个拉比啊，这个法利赛人啊，伫旧约就开始咯，在这时啊，伊就惊讲要怎啊，唔通称耶和华的名，妄称啊。所以因为安尼啊，因唔敢来讲上帝的名。咱来看到上帝啊，伫圣经内面啊，圣经内面伫旧约内面上帝的名有叫做 Elohim 这个是地上出现的就讲上帝是什么大有能力的然后这个名这个是叫做这个是上帝但是出埃及记第3章上帝伫这个漆配这个咧烧的漆配当中向摩西显现摩西问伊这个真趣味你若读摩西就问上帝上帝你叫做什么名上帝你叫做什么名？上帝甲伊讲伊什么名会记得袂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咱他们圣经是翻译做什么只有应有的上帝但是这个只有应有的上帝伫原文伊读起来是 YHWH 因是读做应该是读做亚伟亚伟，因为希伯来文伊无母伊无母音伊无母音伊无像咱英文咧，咱是 A E I O U咱哋伊无毛的啦，咱哋菲律宾是 R A E O U咱是大家拢咧读的时阵，伊无迄款的毛的啦，所以然后因袂做咧讲一个名啦，所以既然袂做咧讲的时阵因要怎么讲所以伊就用主咱讲说上帝是上帝是主你主你个 Lord Lord 的原文是叫做 Adonai 所以也是用这个来称呼上帝所以伫圣经内面英文的圣经你会看到常常伊是有这个伊的 Lord 是大母像咧写是大写的capital Lord 这个是叫做什么这个其实伫原文是 YHWH 但是因无爱称耶和华做名，所以因就用这个 Lord 这个主来代替所以这个按遐伫落来的时阵几落百年几落百年伫落来到耶稣时代的时到落尾因袂晓读迄个 YHW 现主时的人咱袂晓读看到底这个名是怎读咱是读做什么耶和华对吧？那汉文呢是耶和华，英文有的人会号做 Jehovah， 就是因为将这个 Adonai 这个字音给刻在内面所以因就是讲什么袂做咧称呼上帝的名啦。
所以讲马太伊咧写的时阵啊，既然咧写四福音嘛，伊的马太福音嘛，伊的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啊，所以若讲到上帝的国啊，伊无爱用上帝这个名，所以伊用什么名？伊用什么字啊？落去啊？伊用天国啊，所以将上帝啊这个啊，伊就用天国来写，所以啊马太福音嘛。隆重用什么天国啊？所以咱若咧读马太福音的时阵啊，听到天国的福音啊，天国啊，就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的什么上帝的国啦。好，这个把通互咱甲袂反乱啊，关于这个所以落去啊，咱明白咱若是什么上帝啊，伊宣告了上帝耶稣宣告上帝国啊，第一讲道的时阵啊，这个伊是伊的中心啊。咱若看到律法甲旧约抒发了上帝的国度伫出埃及记对不住伊个七伊个出应该是着第下对出埃及记15章第9节安尼讲伫上帝要甲因立约的时阵，要互因10条诫的时阵伊讲如今恁实在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队是我的因为全队是我的。所以上帝伫出埃及记伊真叫做以色列人就讲你要属是我，你伫万民中是我的子民我做咱做以色列人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是做因的什么君王上帝就是做因的君王所以对旧约开始出埃及记到新约以色列人知影一项因是上帝国度内面的人因为上帝是什么是君王上帝是君王第三因为新约应验了上帝的国新约应验了上帝的国，所以你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因做上帝的子民因知影因伫上帝国度内面但是上帝国度伫当初时伫咱若看约书真列起到迦南地甚至到撒母耳记上记下列王记上记下，咱看到规个国度无什么袂看到是上帝国度会看到是人败坏的国度会看到败坏的国度，但是上帝伫耶利米书31章33节有一个真水的应验圣经讲什么耶和华讲迄块日子以后，我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哪会是安尼我要将我的律法刻伫因内面写伫因的心中，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咱会记得耶利米书是讲到什么上帝要来刑罚以色列人，特别做咱叫做犹太人伊要互因受掠受掠按遐分散会分散偌久年70年但是未分散以前上帝借着伊的先知过一摆将伊的应允讲我要互恁一个新的约这个约因为旧的约伫出埃及记甲百姓立的旧的约是伫出埃及记现主写伊就应允讲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将来要发生的所以以色列人因未看到这个新约落尾伫倒啦实现呢，就是伫主耶稣的身上实现主耶稣的身上实现伊讲这款的律法，这款的约无过再是人用人的方法来行律法乃是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到我新约咱会看到咱会看到，所以咱来问上帝的国度你若头一个听到你若听到讲到上帝的国度的时阵你想到什么上帝的国度的时阵你会想到什么
国度有一个国，所以若有国有什么啊？国王，有国王对啊，有国王啊，啊，然后呢百姓，有百姓啊吼，啊你若无百姓啊，迄个毋是国啊，啊，第三有地土，土啊有地土啊，啊对啊，啊你若无地土啊，你也阁毋是一个国度啊，啊，所以是啊，国度啊有即三个重要的啊，有居民啊，有百姓啊，有地土啊。啊是咱叫做所在啦，吼，有所在啊，然后有一个王啊，有一个治理的王，然后这个王啊，伊必须有权柄啊，啊，伊必须有权柄啊。咱看到现主时，世界有王无？国家有王无？有啥物国家有王无？英国，英国啊，哦，英国的王是啥啊？就这哦，是 Charles 啊，女王啊 ，Elizabeth 已经过身了啊。这个英国女王做真久啊，好，伊做真久啊，好。但是这个女王有权利无？做王啊，伊有伊个权柄无？无啊，伊无权柄啊，权柄拢伫倒啦，啊，伫英国的国会啦，是无？啊，泰国有王无？有啊。是泰国还是伯马有还是有军有王啊？但是王啊也是无迄款的权柄啊！啊，所以这个王啊必须得有权柄啊！啊，王必须得有权柄啊！所以咱若看到上帝的国，什么意思啊？最简单的讲法啊！啊，这个是啊叫做 Graham Goldsworthy 啊！伊的册咧内面啊，伊互咱这个我感觉真水啊！伊讲上帝国度啊，就是上帝的子民，伫上帝所安排的所在，也是国土啊。啊，伫上帝的统治的享受了上帝的祝福啊，真水啊！我感觉真水啊。讲上帝国度是啥物？就是上帝的子民，伫上帝所安排的所在，然后就伊的管理之下享受了祝福啊。The kingdom of God is God's people in God's place under God's rule and enjoying God's blessing. 所以你若无伫上帝的统治之下啊，你会有法通享受祝福无？无啊，你无法通享受祝福啊，你无法通享祝福啊。所以伊伫一本册内面啊，伊将圣经中啊，怎描写上帝的国啊，安尼来写出来啊，我真。简单啊，咱会检测会真紧会甲伊讲出来。伊讲啊，这个国度啊，啊，头一个啊是伫创世纪的时阵，第一章、第二章啊，是啥物啊？雏形的国度啊，啊，就是讲在咧开始的国度啊，这个模式是啥物啊？啊，雏形的国度啊，啊，这个国度啊，第一章、第二章是啥物啊？上帝。第一章是上帝创造天地，对无？啊，上帝创造天地啊，然后伊就创造人，然后第二章伊就创造一个伊甸园，将人徛伫伊甸园内面，啊，所以人呢，若遵照上帝的命令，伊个时阵上帝互因几个命令啊？一个命令啊，啊，毋通食啥物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啊，上帝会一个命令你啊！啊，因个无遵守啊！因若遵守的时阵，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啊！因若无遵守咧，无去咯啊！啊，无去咯！所以咱看到，咱会个看到啊，会个看到这个啊！啊，咱看到第二啊，就是第三章到第11章啊。第三章是什么？人犯罪啊！所以犯罪了的时阵啊，这个是变一个失落的国度啊，啊，然后创世纪第12章啊，这个应允的国度啊，啊，这个应允的国度啊，上帝应允啥啊？啊，别条看啊，然后第12章开始啊，到列王纪上啊，到列王纪上啊，是叫做什么啊 ？partial kingdom 啊，啊，局部啊，啊是啊，你袂看到规个啊，是。一部分的啊，一部分的国度会看到啊，然后按列王纪下到马列纪书啊，
就是讲啊到语言的角度，主要是在什么先知啊，伊就语言讲上帝角度是什么啊？然后咱进入新约的时阵啊，变做显现的角度啊，显现的角度啊，是四福音嘛。然后对使徒行传到犹太书啊，是宣扬的角度啊，宣扬这个角度啊。然后第八啊，是个这什么啊，完美的角度啊，就是是启示录啊里面啊。所以啊，这个叫做 Roberts 啊，第一个册里面叫做 God's Big Picture 啊，伊将这个规个给写出来啊。咱有机会人去，你要看英文的去看真水啊一个啊，所以有几个啊，伊讲有8个啊，对创世纪到启示录啊，伊头的实现了实录、英文啊，然后部分然后语言显现、宣扬到完美啊。然后咱来看这个角度啊，伊怎啊来向这角度啊，就是讲啊，咱有看到上帝的角度啊，上帝的主面，上帝的所在还是伊地土的所在，甲上帝的统治甲祝福啊，所以咱若看怎么咱规个看起来伫这个雏形的角度，一个开始的时阵，上帝的主面是啥啊？亚当。亚当甲夏娃各等2个呢啊，上帝所在呢，将因起来得啦，伊甸园啊，所以伊若伫遐，互上帝来统治的时阵伊的祝福是什么啊？上帝怎样统治，就是上帝的话啊，上帝甲伊讲，你着创啥，你着创啥伊若顺服的时阵伊有完美的一个关系啦。有完美这个关系个然后咱若规个以8个规个来看个，变是安尼第二是失落的角度上帝主面上无因为当人犯罪的时阵因离开上帝亚当夏娃远离上帝然后因迄个受赶出去对伊甸园赶出去所以因赶出去的时阵，伊无伫上帝统治下底，所以因就因为因的背逆因离开上帝所以因拄着什么咒诅伊就咒诅。所以伫第2章、第3章伫第3章内面，咱看到人受咒诅然后第3到第11章咱看到人开始做演变所以真侪人规个世界去做罪恶的时阵所以就有什么有杀死人上帝就讲用洪水给灭灭掉的时阵坏人原在是安尼所以因从巴别塔因背逆上帝这个是失落的角度然后到第12章的时阵上帝就有这个英文的角度来就是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伊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你离开恁本土的本族本家去到我所要互你的所在然后你万民要要因为你得到祝福所以伊的地土什么上帝要带因到迦南地去当亚伯拉罕信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以安尼做伊的义甚至伊要祝福因甚至毋但祝福以色列人伊要祝福万民伊要祝福万民因为亚伯拉罕伊的什么伊的顺服了第12章了后以色列人雅各咯以撒咯雅各咯约瑟咯因到埃及去然后因规个然后因出来因进入埃及的时进入迦南地然后咱就看到士师记士师记的时阵以色列人也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因是要徛迦南地甚至伫迦南地的耶路撒冷做因的中心然后有圣殿因伫遐来敬拜上帝了上帝怎统治因呢？是借着律法借着伫
出埃及的时阵啊，伊透过摩西将伊律法互因啊，然后啊，伫撒摩尼记下的时阵啊，因要讨王，所以上帝安啊允准啊，互因王啊，所以上帝是透过律法，透过君王安遐来治理因啊。当在君王啊，有法通遵照律法的时阵啊，因就主着祝福啊；当因违背律法的时阵啊，因就受着受外面的人啊会来攻打啊。然后到在以色列人啊，当因看到因的国度啊，都无信上帝国度啊，上帝就兴起先知啊，这个就是先知书啊，先知讲到有言的啊，所以伊百姓是啥啊？以色列村落的民啊，所以你若看特别看以赛亚书啊，有一个重要的书定定出来啊，就是以色列人村落的民啊，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迄块愿意归向上帝的人啊，然后上帝的有言的国度，咱啊，以色列人的心上，甚至要破列国啊，然后因的有言到将来啊，有一个新的圣殿啊。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啊，上帝的统治啊，伫将来啊，一个有言的国度内面啊，伊会因一个新的约啊，然后有新的君王，然后上帝要大大的来祝福，所以这算是有言啊，和以色列人啊，有法通有一个盼望啊，当然到新约的时阵啊，咱看到国度的显现哦。上帝指明是啥啊？新的以色列民啊，就是什么啊？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啊，上帝所在啊，就是伫多拉伫耶稣基督内面啊，伊是什么真的会幕啊？伊是真的圣殿啊！即当以色列人啊，因相信主的时阵啊，归入耶稣基督内面，因是称作新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啊来做王统治伊啊。所以有一个新约啊，然后因就得到安息啊，这个是四福音内面咱看到的。然后耶稣死了后，升天了后，咱看到许多行传啊，就是来讲到宣扬的国度啊，讲到宣扬的时阵啊，就伫真侪所在，伫外邦的所在开始来设立教会，所以上帝主编什么？新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啊。甲外邦的信徒因了然后伫以弗所书，咱看到因是个合起来做一个新人做一个新人所以伫加入太书讲咱是什么新的以色列人了上帝的所在就是伫信徒当中咱信徒当中伫教会中，这个就是上帝爱咱点的一个所在上帝的统治当然有新约的圣经然后有圣灵。点伫咱的内面咱看到启示录的时阵，就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国度咱看到伊主编就是什么上帝的跨国大家庭伫什么国族国民真侪人无上帝的所在，逐个人要组织伫上帝的所在底下来敬拜然后要去到新天新地上帝统治就是上帝甲羔羊的宝座就要永永远远执着完全的福气所以这个就是规个上帝的国度对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上帝的国的国度，互咱的信息是什么？伊要甲咱讲啥？伊要甲咱讲啥？有几项头一项，伊互咱明白基督徒的身份，伊要互咱明白基督徒的身份咱是什么？咱做基督徒咱现在是上帝国度的公民咱国度的公民，咱活着是什么？咱活着是为着要来顺服咱的君王，咱的主耶稣基督咱的身份，咱知咱是上帝国度的公民，然后咱的责任是什么？咱要顺服咱的君王，因为伊是大君王像这个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啦。所以咱基督徒，咱来想起来咱虽然无属这个世界咱是属上帝但是上帝有愿
将咱干呐放伫这个世界内面啊。所以咱看到耶稣啊，伫约翰福音17章的基督真水啊。伊讲上帝保守啊，天父保守即侪人啊，保守门徒啊、使徒啊，保守以后要信主的人啊，就是你甲我，互咱干呐无属世界啊，但是咱是干呐伫世界顶面啊。意思是咱无搁再照世界的方式来行，咱是照天国的这个国民啊，应该着行的来行。咱看咱若去一个国家内面啊，这个国家有伊家己的什么的方式啊，还是讲说伊的律法啊，无相同啊。第一项的是新加坡啊，你若去新加坡的时阵啊，你卖这里食什么五马汤啊？五马汤卖这里食，看啊，伊卖这里食就是了然后你卖这里凊彩添物件啊，添物件你干啊？会去掠去啊！你袂去袂即个甲讲无啊，阮按菲律宾来诶时阵啊，阮凊彩读个嘛会做哩啦。干那恁讲那袂用哩啦，因为因有因家己诶什么律法啊，所以咱若去到行徛因遐，咱也着干呐，真照伊诶律法啊，第一律法啦。咱伫菲律宾也着第菲律宾诶律法啦所以咱伫基督诶内面，咱做上帝国民啊，咱着咱着。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第二项啊，伊甲咱讲什么？救赎的目的啊，敢若上帝要救咱啊，敢若上帝要救咱啊，你捌想到无？牧师较慢的，你知影迄个第二个较慢的。咱来个看咱来个看上帝救咱，伊目的是咩？要荣耀伊，荣耀伊的名因为上帝听咱因为上帝上帝伊目的所以伊拯救咱毋是孤单要互咱上将天堂啦。有人讲上帝救我是要上天堂有影啦，上天堂是将来的代志，但是迄个毋是最终的目的啦。如果迄个若是最终的目的咱信主了后，上帝就干那将咱干那调去天堂就了咯点是所以毋是个，所以咱若看上帝的这个角度个第二个，伊互咱救赎的目的啦，目的是什么是要甲上帝干那建立关系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互叫咱真做上帝的子民，享受福气都不做这个搁再加一样享受祝福享受祝福享受祝福。所以上帝伊救咱伊要甲咱有一个关系然后要当咱安尼顺服伊的时阵伊要将福气赏赐互咱，甚至伫创世纪咱看到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摕伫伊甸园伊叫来管理这个伊甸园来管理来治理通干通我问你捌想到无？上帝创伊甸园真水这是一个叫做真理想的一个环境这个伊甸园以外到底是什么伊甸园是一个小所在呢但是咱规个地球真大真大伊甸园以外到底是什么咱捌去想到无？你若看上帝将亚当夏娃给赶出去伊甸园意思是因无伫伊甸园的这个范围内面，因伫外面因着伫遐着去落雨啦，着去争做啦。意思是外面的情形甲伊甸园的情形也可是无相同无相外面的情形咱知影虽然人未犯罪的时阵外面的情形需要来管理需要治理需要开垦
谁也要去来开垦啊？应该是着亚当夏娃甲伊的囝，伊的子孙啊。上帝意思哦，毋是孤单亚当夏娃伫伊甸园内面来享受啦，伊爱因哦来享受，来好好伫你慢慢啊将上帝的恩典啊，伫规个世界内面啊，人因啊做起来啊，就开始直直干啊，直直扩展啊，要将规个世界啊，上帝所创的世界啊，要互伊创啊亲像伊甸园同款，有上帝祝福。这是上帝互人啊的这个什么啊使命。所以当咱若看到希伯来书啊，我讲到了伫希伯来书第2章啊，上帝将来啊，伊所有的创造啊，伊要互人咱啊来管理啊，好好来治理啊。但是人咱啊犯罪啊就无去啊，所以咱若看上帝的国度啊，规个上帝国度啊，就是要互国度上帝国度实现出来啊，咱就知影咱救赎的目的是啥物啊？是要来彰显上帝啊。第三啊，伊对咱强调这项啊，就是强调圣洁的重要性啊，圣洁是重要性啊。因为啊，伫规个咱看到以色列人啊，因入埃及，因入用个什么啊？因入旷野的时阵，上帝互因一个会幕，然后这个会幕啊，带入去到迦南地啊。迦南地的时阵啊，然后创所罗门创圣殿的时阵啊，就变做规个什么啊？变做圣殿啊。但是这个圣殿无法通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因为圣殿将人改干啊，人甲上帝隔离啊。到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啊，这个这个隔离就无去啊。然后咱有看到讲，原来主耶稣基督伊就是个真正的会幕，伊就是个真正的圣殿啊，真正的会幕，真正的圣殿啊。所以啊，咱就干啊。咱是圣灵的圣殿的殿啊，圣灵点伫咱的内面啊。既然安尼，咱必须着安啊，保持家己圣洁啊。咱就保持圣洁啊。咱若问讲，基督徒有圣洁无？啊，真艰苦回答啊，真艰苦回答啊。因为咱也个未圣洁啊，但是上帝爱咱圣洁啊。所以上帝国度，我人看到讲，上帝也个未了咧啦，一直咧干呐，伊拯救人咧改变啦。有一日咱就要完全圣洁啊！有一日咱就要完全圣洁。我时阵想啊，讲人啊，的心啊，实在是真歹啊，真歹啊！我家己啊，有时阵，哎呀，看到别人有啥物啊，会怨妒啦，对吧？啊，会怨妒，我都无爱怨妒，敢若真爱怨妒。别个牧师，别个教会啊，因为人数愈来愈多啊，我敢若嘛是会怨妒，讲敢若真啊安尼啊，哦，会怨妒，会贪心，会变大尾，会啊，是会变大。我看你甲我送啊，咱拢创啥送啊？咱心内面咱无爱啊，咱愤人。还是讲咱也热人，我都无爱啊。但是迄个物件解释出来啊。但是咱啊，知影咱是上帝国度，咱唔应该安尼，咱就怎啊？咱就创啥？靠着主来过，靠着主来过啊！有咧，也有咧无？认罪，咱就认罪啊，对哈。好，咱就认罪啊，求主干啊，赦免咱啊。基督啊，基督哦，我能得到力量啊。啊，过什么无？圣经，读圣经啊，真重要啊！你讲读圣经啊，咱将上帝的话语啊，刻伫咱的内面啊。所以腓立比书讲啊，哦，伊讲凡若是好的物件，是公义的啊，是圣洁的，你就去想啊。原来咱的头脑，咱若直直去想啊，咱就袂去干啊，从在歹的物件、歹的思想啊，就袂入去啊。啊，咱是读圣经啊，所以咱基督徒啊，咱就是着安尼啊。咱也需要干啊，斗相共啦，啊，
咱需要听别人的见证，哦，别人也是安尼，哦，别人有法通赢过，啊，我嘛是有法通赢过。咱需要人的鼓励。啊，当你啊灰心的时阵，你要对啊，啊，就是来教会，啊，三个做一个有鼓励。所以咱这个是咱知影咱上帝国民的时阵啊，咱啊就有法通做啊。第四啊，伊教导咱干呐，自由的真谛啦，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自由啊，唔是自由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啊，乃是自由啊，我能自由顺从甲顺服上帝旨意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就是讲唔是我想要做，因为咱若家己做，咱家己做啊，活伫罪恶内面啊，无照耶稣基督，无照上帝所讲的啊，咱会干呐？咱会拄着问题啊，咱会拄着问题啊，罪开始带来歹的结局啊。啊，所以咱讲犯罪的人，看咱阵伊无拄着什么代志啊，啊，毋是无拄着代志啊，伊有一日啊会受报应啊。所以咱中国话有一句话真水啊，讲什么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未报是什么啊？时间未到，吼，时间未到，时间未到啊！哦，这个是真什么啊？真自然啊，叫做理所当然的啊。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啊！啊，咱中国话也是讲啊，种过就得过啊，种到就得到啊。圣经也是讲啊，讲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你若种败坏、种罪恶啊，你才是会收这物件的。哦，所以互咱提醒咱啊，可能咱有自由啊，自由啊，就是什么啊？自由顺通上帝的心意啊，甲伊的旨意啊，啊，顺通顺服来做啊。啊，第五啊，啊，落尾项啊，就是讲咱要互咱使命感啊，互咱使命感啊。做上帝国度的子民啊，咱的使命是什么啊？向世间人宣扬上帝国度，互万民成做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啊？门徒 ，OK。所以咱的使命啊，咱一生啊，是为着主来活，是为着要来宣扬上帝国度。伫这个黑暗的社会内面啊，互人知影上帝啊，才是真光啊！上帝啊，已经为咱备办一个真好的所在啊，我能赢过罪恶啊！哦，将来要去啊，所以互万民干呐来信主做上帝的国度。所以伫遮了后啊，我问一个问题啊，所以上帝的国度啊，是一个现在有通体验的现实呢，还是一个值得咱期待未来实现呢？啊，实现主时是上帝国度已经实现了呢，还是无呢？啊，我伫圣经，我讲两项代志个，主要就是咱读圣经的时阵，兼且会拄到一个问题啦。啊，伫路加福音第17章20节到21节啊，圣经安尼讲啊，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讲，上帝国什么时阵来到啊？啊，这个是咱真爱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耶稣回答讲什么？上帝国来到啊，唔是你目睭所以看去啊，人也唔通讲看伫遮看伫遐，因为上帝国就伫倒啦，就伫恁心内，就伫恁的心内啊。啊，你汉文圣经啊，伊中间有一个水字啊，心内面啊，我通翻译做什么？中间啊，所以耶稣讲啊，伊讲上帝国毋是你会看到啊，是恁的心内啊，还是讲伫恁的中间啊？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伫恁的心内啊，所以这有两个讲法啊。头一个讲法是心内，就是讲当咱信耶稣基督的时阵啊，咱互上帝啊来掌管咱的生命啊，伊是咱的救主，伊是咱的主宰啊。伊来掌管的时阵，上啊伫咱生命中做王啊，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阵啊，上帝的国度啊，就是伫你内面啊。啊，伊是头一个讲法的啊。第二啊，是讲什么？伫恁中间啊，伫恁中间啊。
那中间是啥啊？耶稣跟法利赛人讲，毋是你会看到，上帝国伫恁中间，伫恁中间是啥啊？耶稣是咧讲到伊家己啦，意思是啥物？伊来的时阵就将上帝国带来啊！伊来的时阵就将上帝的国带来个，所以呢，对安尼来看个，上帝国实现未？来未？那对耶稣讲是来了个，伫信主的人的身上，甚至伫当初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啊，就已经来了啊！啊，所以上帝的国度啊，已经临到了啊！伫马太福音啊，第12章18、19节啊，当主耶稣用什么啊？伊赶鬼的时阵啊，伊讲我若看到上帝的灵赶鬼啊，这就是上帝国临到恁咯。人要怎样进入宗师的家内啊，来抢夺伊的家具呢？除非将迄个人将什么啊？迄个宗师啊赶该白咧啊，才有法通抢夺伊的家财啊！意思什么啊？耶稣讲啊，我有法通将鬼赶出去啊，因为我比鬼啊较有力啊！我比鬼啊较有力量啊，较有权柄啊！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啊，有法通将鬼赶出去啊！所以这个互人基督徒啊，一个真大的安慰啊！啊，真就约翰一书所讲呢，伊个伫咱内面的啊，比伫外面的更加干啊较大。所以基督徒毋免惊鬼啊！啊，咱无惊鬼啊，因为伫咱内面的较大鬼啊，耶稣可能将鬼赶出去。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啊，讲什么啊？伊讲上帝国啊，已经来到了啦。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到，而主耶稣赶鬼啊，是表明主啊上帝国度的来临嘛啊。但是到路加第19章啊，第11到12节啊，条讲啊，众人正咧听做话的时阵啊，耶稣因为将军耶路撒冷啊，因以为上帝国干啊，特别显现出来了啊，就另外写一个譬喻，讲什么啊？有一个鬼雕啊，往远方去啊，要得国度来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啊？就是钱银的比喻啊！伊就将五个钱啊，5两银互一个人，一个互3两银，一个互两个啊，一个两银啊。然后伊就去了，然后伊到无偌久，伊倒来先甲伊生效，点是？所以这若照耶稣的譬喻讲啊。因为以为上帝国要显现出来啊，耶稣就写这个譬喻该讲什么啊？无啦，上帝国也阁未到罢啦，也阁伫将来罢啦。伊就写这个譬喻，就是伊要离开啊，然后伊要倒返来甲因生效。所以意思上帝国干啊，未到罢啦，伫后摆罢啦，伫后摆罢。所以卫星图读到这时阵会讲啊，到底是怎啊？怎么伫路加福音17章，耶稣讲就伫恁的中间咯，啊，然后到19章，耶稣却讲什么啊？毋是伫恁的中间，也阁是未实现的啊。约翰福音18章也是讲啊，耶稣回答讲：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啊，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啊，我的信服的确清净，互我无至于交互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无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来讲，伊国无属这个世界，所以伫属啦，属后摆的啊，属将来啊，属灵的啊，是属灵的啊。所以彼得道就对耶稣讲：安尼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讲：你讲我是王，对啊，你讲的我就是王啊，我是为着安尼来出世啊，是来诞生啊，也因为安尼啊来到世间。特别要互真理做见证啊！发出真理的人听起我的话，所以主耶稣讲，伊就是王啊，但是伊的王毋是伫这个世代啊，所以意思耶稣讲什么？伊的国是伫倒啦，天国啊，还是上帝国，也或是伫将来啊。所以耶稣讲话啊，看得出有矛盾啊。一方面你讲伫恁的中间哦，你看到我行神迹奇事，上帝国已经来了啊。一方面讲也阁未来咧啊。
到底是怎样呢？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伊讲真水啊，伊讲这个是英文是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啊，上帝国嘅什么？已经来到了，已然，但是不然啊，还是未然啊，未。所以上帝讲已经来了啦，但是也未来啦，上帝国来了，已经实现了，已经显现了，但是未完成的啦，因为伊不断的发展啊，到一日啊，伊才完全会实现出来啦。所以咱若看这张图啊，这个是叫做今世啊，了迄个是永恒还是来世啊？耶稣第一摆来的时阵啊，伊第一摆来的时阵，伊3年做工，然后伊死，伊国活，伊升天啊，所以咱看到这条线就起啊，到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啊，伫这个中间啊，是叫做已然未然啊，意思是什么？上帝来已经开始这个上帝国度了，但是到主耶稣第2摆过来的时阵啊，伊才会完全实现。所以咱现做事啊，伫这个内面啊，这个中间啊，看咱出来啊，看咱出无来啊，看咱出来啊，看咱出无来啊。所以主耶稣伊讲啊，我来我是要建立一个国度啊，因为伊就是君王啊。对另外这方面，某方面来看，耶稣干啊，咱互人钉伫十字架顶啊，咱讲是什么？因为咱的罪啊，这个是属灵的意义个啊，伊的重点，伊的最终的目的，是因为伊要拯救人。但是以色列人伫当初时啊，耶稣受犹太人啊，依法还是法利赛人啊，安尼啊，伫比勒多内面的面前来控告，将因钉十字架。原因因为耶稣基督讲伊是君王啊，因为伊讲伊是君王啊。当初时咱知影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啊，只有一个王啊，就是该撒啊。所以耶稣讲伊是王的时阵啊，所以人就干啊，就真惊。所以犹太人也是讲无爱耶稣做王，罗马人也是无爱耶稣做王，因为有王咯，所以有一个王，伊个讲伊是王的时阵，这个是一个什么反叛啊，所以就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啊。所以，但是咱看到耶稣伊的教导啊，甲国度有关系啊，甚至甲要怎啊进入国度有关系啊。会记得伊甲尼哥底母讲什么吗？人若无顶头生，就袂会见上帝的国啊。所以若要进上帝国，你才是条顶头生啊。然后伫第50个讲啊，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人若毋是对水甲圣灵生的，就袂会进上帝国啊。你若袂看到，袂入去，你也是袂看到。所以需要什么？需要顶头生啊，需要顶头生啊。耶稣啊，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啊，就是咱所熟悉的叫做什么？登山宝训啊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啊。这登山宝训啊，其实有人讲啊，这个是天国的伦理啦 ，ethics 啊 ，ethics of the kingdom， 要怎样做代志啦？有人讲这个是国度的宪章啦，看咱算是这个 constitution 的，意思咧讲什么？做天国的子民应该有什么款的道德的行为？应该有什么款的责任？应该有什么款的生活形态啦？然后詹士德讲一句话啊，伊讲登山宝训啊，大概就是耶稣的教训中人做得敢若熟悉的部分啊，人做得熟悉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总是啊，最惊吓是什么？最难，最惊吓，最惊的个最艰苦理解的并且肯定啊是最难、最艰苦遵守的。第二，你若看登山宝训啊，咱无法通干啊，真艰苦去做。你在第5章有讲一句话无？伊讲恁着完全，因为恁的天父是什么？完全的啊。基督徒我能完全无？不可能啊！所以咱无完全，但是主耶稣
叫咱完全，伊讲你若逃脱，你心内面若起迄款的观念，你就已经逃脱咯。你若收起啦，你就是杀人咯。你看到一个女人有阴念的时阵，你就是就是什么犯奸淫咯。做物件伫这个心肝丁山部分的咱无法通唔知影要怎样来做啊。反艰苦尊行，反艰苦尊行，因为干呐，这就是丁山部分啊，就是天国文道应该有的生活形态啊。我怎么讲咯？这是上帝的语啊。什么是上帝的语啊？就是上帝的标准啊，伫上帝的儿女天国的滋润真正来彰显。上帝爱咱做啥？伫这个咯，当然咱无法通完全啊，所以咱得干呐，咱就直追求啊，直追求啊，有一日啊，咱就有法通做着咯，咱有法通做着。所以咱基督徒啊，诚做上帝国度的一份子啊。是何等的荣耀啊！因为上帝的国啊，比世上古今往来任何一个国家还是国度啊，国家大。我就问你啊，你若有法若有法若无好环境的约束啊，你爱徛到哪一国啊？你爱踮到哪一个国家？你觉者按踮菲律宾买？哎呀，这个送有份阿婆有车头，我食个去花车，我家己去食行着家己。为咱今次那个年轻的讲无我爱去美国啊，为咱讲无我爱去我爱去欧洲啊，我去欧洲啊，我爱去台湾啊，我去多啦咱会感觉为国家真水啊，为国家真水啊。但是咱做上帝国度啊，咱的国度是最地水啊。你记得伫19世纪末的时阵啊，英国啊有一句话安尼讲啊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你捌听到无？伊讲这个英国啊，这个帝国啊是大伟大啊，因为干呐日头袂落啊，你若看这红色的啊，这个是什么？英国啊。伊的什么地土啊？伊的地土，所以日头啊，按这边去按东行到西啊，拢总会照到伊啊，所以因真骄傲。但是无经过19世纪了，经过偌久啊？无100年啊，英国这种啊，已经也无用的咯，也无好咯。所以咱基督徒啊，咱就感谢主啊，因为咱有干呐？咱是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啥你捌你哦？建议你伊问伊讲一句话真水啊！唔通问讲你的国家有法通为你做什么啊？就问讲你有法通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啦？所以咱到底咱有法通为着咱的国家做什么无？咱有法通为着咱的国家做什么无？当初时啊，特图连啊，这个是叫做高富啊，伊讲基督徒啊，伊讲到异教的人啊，怎样来看基督徒？伊讲基督徒的仁爱行为啊，是反映的高尚啊。伊给异教的世界，当作是无信主的世界啊，拢承认讲什么啊？看因是怎样的三天。所以另外基督徒啊，因伫罗马帝国内面啊，因将这个疼该彰显出来，该彰显出来，所以人看了的时阵就讲哇，因是怎样会杀疼？你我啊，咱伫现主时，咱做基督徒，咱有互人看到讲，咱是怎样会彼此杀疼？当别人无信主的人啊，评论。咱的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的时阵啊，伊会讲什么呢？咱教会有什么风气？咱的做法是有法通，互别人知影咱是属上帝无？当愿主因错帮助咱帮助咱有
有一个报告啊。OK， 下礼拜拜四啊，8月17啊，咱的查经什么啊？要干哪？要暂停啊！啊，咱查经要暂停啊，所以8月17，咱的查经暂停啊。8月初10，啊，了。唔是17啦，10初10啦，下禮拜是10號。